高中、国中教的都是汉人的，蓝有蓝的历史观点，绿有绿的观点。那原住民观点最好就是在这个电视台呈现，这样透过电视台，我们可以理解、认识我们现在的处境。原住民电视台有可能成为原住民的公共电视台吗？那个公共性是很高的。那经过白兰实验证明就没有，所以原民台不管蓝执政、绿执政，很容易就成为执政党的传声筒。很容易成为政治人物的传声筒，很容易成为立法院立法委员执政的立法委员的传声筒，那就没有意义，就很可惜，很可惜。这个独立性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得到的。公共电视的经费也是来自政府啊，但相对它的独立性啊、公共性相对跟原民台比起来就还是很高啊。我们可以不要一模一样，至少要拉近嘛。